听听上篇台词拿二夫第10位盘夫，由张继林、张继国演唱。真用当年来真7个年6神清到今呐，已经3日天，今正7个年半。你来真呢，因为男人神清到今朝分到新房里来过，不认什么叫月不空房，还这个新郎哥但是3折在分上来，那么现在要朝屋的偏向河流去请狗牙上路啊，说为门走3折要跟我一见，不晓得偏向有路去一请，偏向这了想说狗牙失望，中国里向师生朗朗来朗读书，不晓得狗牙来朗磨山门，我对越听越奇怪的，越听越奇怪。开口莫几人在意的是要遥遥无后惊到杀气，那么飘香听不容易。为大流浪歌手小叫么你来真上来不相信，为啥了不相信嘛？我男人不为呀，说的那些还是写叫那是高级听那么你来真跟我来到释放一听的实对是谁写叫听到语来还听不容为这上票下与我敲门这叫你等一等，来狗要开门新狗要开门真用了一下自然没塞嘛，上头的亲戚外头把门嘛也慌了，这个到底是搞设定一回，是搞这个嘛定总归写这个样。哎呀，这不是外头亲戚是讲，倒要你外分亲戚的了，所以让把门上口，外面哪一个？哪定写我的偏向？其实偏向，而且刚出来过的哇，我不是外头那个，现在就来啥听你？偏向，到此做什么？那刚刚嘛，我来请来新狗要上旅外门走赛着。那么请来那狗要是希望读书了不空，那为在流浪歌手你写叫不相信当奴分清。那么现在写叫自高来请在是，哎呀，真用先说你来真自高来请的，我可是太为不起。这刚是我让某几人不离亲戚的为当了的，刚周先生你也不个的欧阳功夫干，亲戚是了，为了听我去不可能关。现在让把门，那么写要自高来呢，社会靠起的。我对呢，刚正这里不靠起的，在这里当我滚我去。是，请先生为必杀等，这是先生来了。我的天！就你的刚刚我来听来讲我滚我去，现在呢听见写叫来什么来的搞点杀等，你马上就来这。这个一口嘛写掉，刚刚不应该我来，应该第一道谁也来了。这叫狗要是谁来着？那么狗要靠谁开门是真用，你起身来，追在门跟随，收起他门嘎一开，对外头一望嘛，两个人厉害了。偏向后头你来真认得的。现在是个日子把当人的，让抽象人光忽悠的已经打过头子，所以真用要进抢上一步，这是规矩。我对让像分三金毛尊一声，身上像海天爷真理嘛，过来讲一啥就是25来声音不的，这规矩你没听上我来你娘子
起八字当着总归叫娘子，那么做事姑娘两样子啊，这是人来高兴是。那么什么叫对少年不知哪不里想出来的啊？大自然原来是你家小弟小生之下与离了。他有你来就非在我听你莫三门的气，现在办事对了，总当自理，叫我一声娘子，这个嘛非要得说的，因为说八字当今这第3日子，说现在讲啥，你家小子，那个上头的新人就报来，你得在这样第一次抽象当的花园里办对。你叫我啥？你家小子，这个辰光呢，应该叫我你家小子。我们现在又叫你家小子，可么来真做你对你少客气，你叫得出，那话回答得了，一句来么讲一脚气，不该一家公子来真与你逢为亲。哎呀，真用听起是考文，看上去你来真的有点自感。你来听呀，我家里你家小子，你叫我一家公子，这种称呼旁边的人一听了，这样夫妻并好，大高一下叫得了西，灵感不知哪不里想出来啊！你家小子不在新房书中，到此顺房玉红归给。你哪里不能门得去？我发了新房里的给他来至少呀，来不想先叫代理口口，今天门少客气，让你给他失望里下，你不要我讲，为啥？我失望，我头是点白龙，这面是靠有进进出出，有用人有少人，听见不大皮的。我今次北洋路内听得流浪，那么呢，房门关紧子了，而且还发不得人听见。所以现在你问我这啥么，我只好回答你：公子是来真下来，若是请君上路，跟我一见，为门做谁者？分得公子是万用弓箭刀，我想三战虽不足了，请跟得来跟我一见，我在送根下来，不知意下去。哎呀，真用想这个没给搞。我们来在为你公差，三者不走。那么你现在我来就当我讲的没好，那三者呢，看上去你忙读书，非做在，那么你不尽个规矩呢，你总归是会走。那你在流浪，无穿衣裳，不做三者的，那么我重新再送你下来，你再来读书，以下是哦。真用想在外头没得有点说不出，今日真用啊，流浪欺负的，一起就讲，现在是一条后腿了还，就等了下头发不出后，真用哪晓得呢？咁你讲我穿过衣裳吗？一点点辰光呀，我马上就好下头的呀。现在是话说的有理，既然如此，待小生等来跟我一见。送付下来，用弓箭刀，小子请那是公子请请对不住了，在屋里口口，今年就你非要走了前头，你还非要来猜我，那我还得上来的。等到两高头打出狮王们打上，那么为啥了屋头不走了前头呢？帮真用走到半路上不肯走开，那屋头来后头，那么这个用得了去说要拉你上去。
都是两高的白龙一路过来打流浪，打进茅房间。公子范中听奏。是，不必怕，身体受定，小姐请奏。哎，是，飘下这边呢，快去道着，俺是在高小姐弄起再说，智力还大说，眼睛对小脚一撒，还有什么别说是我所谓本多吃的，人得，吃上盖入房门打一打上，实在得落大气，一步也不走，但门稍微掀开一点点，但是老听比较。那么李香呢？你来真神句一声不响。曾用手指一些，什么叫不吃？这不是一定要吃。衣裳就不拿出来换，是啥个名堂呢？哼，对你来真忙忙哦，你想哪？在我带流浪来，这里在你刚刚不开心。那么马上也关着，我衣裳狗带的手上，稍微敷一两三。小姐，这几天你家小姐身子可好？哎呦，听可，对侬也好。但是流浪不养出门，近几年来你身体也好，都是要来身体是蛮好，但是气压谁做了谁做，老是说我等了娘高，称心乖。要让人让，要多的多，不少人不气不能人。想得着高得你一高来，三者风气跟着亲来，实力烦难。你现在门得弄，总要客气一声，公子来正托夫人叫公子好。好啊。我与一桩此人，若是亲闻公子。这个说听，但我来讲啥子？介绍我有一桩事体要向门来，不知门上个事体哇，也不能够不听。小姐，请讲。到公子。看你最用你能凶，但我看你负心上气过你们不落在须上沈公子，你与我心事，你对我说，我与你分家人们好共善良，你有什么心事讲？这个嘛，哎呦，那啥上头的门请我烧个心事啊？要么我让释放了一下魔，不得听这个啥？想想嘛，说外观，不那跟外头，
小弟何必多你，小生莫有什么心事啊？我看不记得。哦，那公子莫非你一路来真神的？莫非你嫌我去利用毛不呀？哎，小弟哪里话来？想你做工，不举当上一片水香，真是身家地利，小弟的利用务必远让我一步，真是处理容易。哦，不是，不是的，那公子莫非一怒的不知晓？哎，像你临阵大人不举礼貌提过，我继母并不上事，真是古辈之小啊！啊，也不是，是，那莫非一怒莫与相容好家转？哎，小弟越发不是了。实在你来就问个两句说，寓意们晓得不对？你个心事当我现在问个办事体，才办不拢了海。啊，公子都不是的。哎，是啊，公子，这不是来那不我要问公子，你们都是吧？你为哪转？众人们总是吧？公子在哪里？此人你这个嘛，哎呦，内蒙哪讲法？看上去阿伟都不里听着是应对了孩子啊！刚出一想，反正不在，都问不好自个，自家的毛病自家晓得。那么呢，两个闲话当中猜出社会，怕子两只磨皮嘛老得着，小气都不啊！小气，你要说问小生在书房之中这人吗？哎，是。no，小弟呀。我你承认这位公民子向我送着很多在书房，我是口水黑川真人读，在你家里不君王，身后为水里绕干一帮楼生七小样，谁能送真张日的局门呀？我遇着
一日功名的，我们夫妻共享永往恩然，与你有样真然来带中山。我是为了功名这两个字啊。好，你来准听到挨打了，个后实在难不是，上你为功名，对的，你是为功名，你得知功名相多少，本人生中国为有我富贵难言，我可分大张，所以你来准本地上功名两个字，真这脱离不弄了。所以你才叫这个后常常来成功，到这些听上来是个两只手，他就身体线条面孔两样。公子是你在世啊，见多4岁，为了功名么？啊，是啊，公子比起功名两个字，更是我来真老母强，你为了功名两个字，体力两点心真棒，心有于是公子，你做了并不让，你为了功名两个字，是苦口难喉，与我真能说，倘若被你功名的，我们一家满门风不扬，怎能就有样真然期待中山？倘若被你功名的，你家我满月之门前必报林中郎，怎能就有样真然去待中山？倘若对你功名的，你也要永恒在金堂，怎能就有样真然去待中山？真是为要是有样真然，待什么风然？我要问公子，你到底信任民在家居背后放，请问公子真心大名？这从夫妻上不个的，阿有说法师找那个女的门哪个就说哪个来真心真用偏见的好，现在哪么讲了？这两句闲话是刚从我的书上里向摸个闲话，根本你哪会得晓得个呢？阿为他听见的，听见是讲无大吉，是相气。但是我要报复父罪，那哪能法子呢？老实讲，不来是管，讲出当性命来吧。不来是讲，你才晓得，
刚就想发能够老为日也老，对，是面孔上说的小嘻嘻，心里想急得不得了啊！小弟，哎呀，小弟，哪里话来？我是谁此花有人一切，想我对命够用是本性上，希望虽然如此这我家中善于一书但先生心占名用走之这家你来真听没啊？到恭喜为是心占，为是叫占用，少然后人杭州人，你为了杭州，那是什么无理下的？哦，公子夫君，这将否临摹啊，是啊，孟开不是他谁？真用好混的在。这代里面应该是我不让水，就是非是去门里啊，我不让水，哪里呀？老大们那是高呢，那公子。你的心我就明白，你不知的，你不信人上。第一，天中神平彻；第二，飘香听你读了文章；第三是今日奴听得你要杀人三家来诉佛上，你是大日真须来访真人实度想须得因哦。真用听得个那么些的呜呜大叫，八门西部外不来听了吧？不有里上一颗有心眼，你听呀，那个心是我西部来晓得的。那不是心山，也不是杭州人，老是当来讲。第一次来了吃香的辰光来测测体型，我已经听出来了某几人，真用这对个样。我是正当中了某一人，你已经有心的人。第二次呢，跟着天下，平常我让某三门，你老等等我，是我让读面文章。第三次自家来听几个。那哪能法子？那不少老头子，老不特个这样，八门啊是一部讲不来听个的。哎，真用想肌肉老不特，要是总归是有啥办法这样子？只不过心里想难过一场，死得无所谓。
就是爷娘有缘分不，这个喊我哪弄法？想着个浪向，眼里已经过来了。虽然去看来了，比起往事更心伤。想我弟弟不是与父之，他共举什么？他是非比总之不君王，我心真明容哈呼战，我不是吃杯忠心，把笔将士陪你做恭敬的黑本战，是我四通飞棒去军粮，想他后门再续一名饭，为呀草么家在木门上，我是大比最后到底但出气居家见人多，谁知平地起风浪，一缕尘高挂头用，十神想要得是我增加的后事想。无口内后把人啊归出，我是北京去见那兵部，但我心皆自分西楼石，将我勾起命啊令，对我心惊烦，下地呀，只为吹响风不起，老家文化
我主张要你分两家来解忧呀，我想生意时候成否我是你的当时早这样我否能够与你来助人双下这样我句句真意无虚假披肩我俩我一匹口心战你想风格中两朝山海三风大雨怎能防你想血海如日上地吧养育之恩怎能防你想你真两家应亲配那恩日两字怎能防下地呀我家嘿嘿你就明白你走否的因为当不当请你相信的心来细思量来真听我女人个白说了真比白几次心非越听得越正道越听个得越正道到底来听不了来听听个我女家一家人家300年阿掉海上说我个无门操在我个阿掉我生人不晓得阿掉说现在刚刚明白说你阿掉是奸人那么实在是这个你送的奸人这奸外头人你自家屋里不奸的但是改了一次还记得自家人身上来所以呢你来正听到挨打实力不来对正到海无不居人的实在你个脑子里啦走上随了老想啊来真听思量我终身须配一家郎实质郎这天上的知人家那只小气愤怒逼出了百分门上看少的要问真是
你真有句是黑呀？好，今天我才明白，但倒不是为家并肩的娘笑，所以在朝日跟你长啊呀，你的养后伤身是难保，离来西家夫山名下人，立刻的家回家去，马上怀着用人比较之为主。这个事体不是小事体，少定要办，是当然皇帝何人都应当做。那么现在事体弄得脑对了，那叫我难。不过我比较周期，我周期之难，还是西季周公西季娘，周公之下。当然在他小小的杀卡去偷出去，马上就杀，不够不能，杀了不能。再想想，我西季娘亲，好在上了。一生后所费，利息是农人。后来真终身要水空中翻，从此再死了4年相遇。更心上，我在找心了，日夜走走说，为之周起也罢，我归家。不是真灵，为主起要让白爷们夫妻呐，个人呐，我哪说法？想要住你的我，最为对娘这一句，这是夫妻恩爱心意上。这好是夫妻呀，不如娘要起你心啊。不过这个一来呢，我男人要做过便当，啥个便当？上人礼部，不要再想，要是兵部要跟不顾上不容易啊，一夫不只容易事，今能给我杀红包，立着。来真呐！想到个人，想这个人好做过了。此人一做过，你还我在了了。要知心中是待听白语言，他杀不大人，气不报。他要杀人一家来不让
为要无害在心当。想想自个都想做你们，有啥个想的？你闲话才说到5个字，对，国家兵民做功效，为大家。大家讲什么呢？对，马上归着杀，后来真为日也走狗说完。爹子都是与相来不弃，此将与水上连。我到少年去上海，我男人不是把老娘家保不了，男人妻子你身高都是相宜。我你来真水空吧，无忌。那么我保卫男人，娘家也无忌。我举了爹娘，来举风，举了郎君，不能举爹娘。一个人么听走我，一个人听夫郎，叫我终于回来没知长，一步步想到后来，想起了林荫。上叫我娘叮嘱，她是女儿啊，你大意大得不能放，在家中父母，吃家中夫啦，富裕再来要记得当我做工。一绕就回答，他为什么专门喜爱大众了，要害死生日后日想害我生与水空上是两字要分明白，出家的女儿应当要举风让对正道一句来不响。真用害我是我热闹苦个你来真叫做低得是对一句闲话在不哎呦，心里想得了慌。阿伟的害我走起的，后来一想，为有的希望，甚至让我死了，马上快叫地家走。现在可怜低得是对不想嘛，做行为有的希望，所以真用再让我救救苦吧。谢嘿呀！你魔鬼先生不肯投忠章，这为我与人同父内饭，小曾家一门早有吃，怪不怪你走无过害中娘，害得我们新婚夫妻不能再中出，害得我们新婚夫妻不能同楼长，只为我不明天真是好心肠，我真该失去我的内心，
娘常如小子将我救，你的大恩大得我永难忘。才叫听我老人这两句说，对，你不晓得我到底啥个想法，我到底是罪人之女，不好夸我男人。那么我哪里？哎，公主，你真是一门早早来，你的有病石头上，是做到不明扫的西明里，即使不惧不应当，不怎能也中两率，怎能不惧贫富浪？公子啊，你一句为心教课，你一句做文章，你在苦烦心，心不烦。公子原来真悲大。真用听到个郎相感动啊，心里想，唉，你来真绝对大喜大德，非让为我来放心。本一女该飞上啊，我知道是奸人女非热量老嘴下，欧阳口中出风话，难得来真明大义，难得来真如此好心肠，不与我给结夫妻夫妻房，都是娘